將時間交俾嘟嘟姐先。好，唔該晒 Ken 啊嚇，咁的確係嘅，天災無情，但係人間有愛。跟住落嚟呢，我哋有一眾嘅 TVB 嘅藝員準備咗幾首歌，係送俾四川嘅災民，帶俾佢哋祝福嘅。全部走，青春走到白。
踞支持我哋今日嘅512嘅關愛行動。我哋講下我哋嘅口號好唔好啊？好！1、2、3，中國加油，四川加油！多謝大家，加油！好，多謝晒家燕姐帶領我哋成班 TVB 嘅同事咧，同大家打氣。咁啊，繼續落嚟一定係有好消息啦，哈！當然，這個大大的支票要出來了。來了，你來，我來看一下，用廣東話講一遍，我用普通話講另外一遍。我用廣東話啊！啊，好。林建岳先生，林建岳先生，東亞的藝人，東亞嘅藝人，東亞的藝人，東亞嘅藝人，捐出200萬元，捐出200萬，怎麼樣？我的廣東話好，好得不得了。我們有請東亞的代表，好，鄭秀文、楊千嬅，鄭秀文、楊千嬅，有請啊！多謝晒，好啦，邊個接啊？好，請誰出來接？對啊，我們要請他們來這個交接一下，對不對？好，講講。張國立先生、孫楠先生，對，張國立同埋孫楠先生，來，有請代表接受。哎，這個國立還有這東西跟大家講，是不是？我們要感謝林建岳先生和東亞全體藝人，災區人民永遠會記着你們的善舉，謝謝。好的，哎，我們這個捐錢的要不要說一些話？好，千萬還是 Sammy 講。謝謝你們的支持呢，對，我覺得可以付出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謝謝你們。中國加油，四川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OK， 多謝晒4位，多謝啊！喺呢個時候我哋交過俾阿都同阿志偉。好，唔該晒吓。咁企喺我哋身邊嘅呢，就有救世軍嘅代表黃國清委員，以及呢2位呢總指揮嘅。咁或者呢，同阿黃先生傾下偈啦。咁其實呢，響災區呢，而家你哋係諗住點樣重建，有啲咩具體嘅計劃冇呢？其實而家咧就因為其實響即係災區嚟講咧，依家都仲係仍然一個我哋叫災難後期嘅階段。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依家係不斷咁樣，好似今日咁樣，我哋琴日我哋運咗8004件即係啲保護衣上去啦咁樣。咁呢啲保護衣咧，主要就係話點咧？就係話因為依家咧開始清理個災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嗰啲即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咧，佢哋係會譬如要搬啲屍體啊嗰啲。咁所以呢啲保護衣咧，我哋好多謝啲市民捐出嚟嘅。咁我哋琴日先再運咗8004上去。咁另外咧就係話，其實我哋開始喺上邊咧都傾緊關於嗰個即係重建嗰啲即係情況啊咁樣樣。咁我哋都準備就係話響佢哋上面重建嘅時候咧，我哋會譬如同佢重建整個社區啊咁樣樣，咁就令到啲災民能夠更加快去即係搬入去嗰個即係佢哋個新嘅居所入邊啦咁樣樣。係羅黃生，我知道咧，你嘅重建計劃裏邊咧同其他嘅機構有所唔同，咁最特別嘅地方喺邊度咧？我諗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咧，我會用好多香港嘅經驗咧擺喺上邊嗰度，因為香港救世軍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老人院啊，譬如一啲傷殘人士嘅宿舍或者其他一啲兒童院啊嗰啲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話咧，我哋從佢重建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重建佢一啲好譬如啲屋啊或者啲即係院舍咁樣，我哋連佢哋嘅工作人員都 train 埋，即係訓練埋嘅。咁我哋變咗可以用一啲香港嘅經驗咧上邊咧，就令到佢哋喺設計佢哋老人院嘅時候，譬如啲路我哋多啲係啲斜路啊，或者走廊嘅時候會有一啲即係扶手嘅一啲手柄啊咁樣，咁令到老人家上邊嘅時候咧能夠會更加好啲嚇。非常細心啊，好多謝。好。多謝晒黃先生 ，Thank you the two of you for coming 嚇。咁而家又交翻過去啦嚇，俾阿 Nat 同埋咧哈利。好啊，冇問題。喺我側邊咧4個講國語嘅台灣好朋友，2位我就交給你啦。交給我啊！2位美麗又有愛心的女生站在我們的身旁，大小 S。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 S。你好，哈利你好。這是伯父嗎？這是我們的爸爸，對，我們的爸爸偉忠哥，經紀人像爸爸一樣，對不對？他特別從台灣把我們帶來參加這個活動，對，一定要來，對不對？其實你們在台灣也捐了200萬。對，其實之前那個我們在台灣也辦了一場那個活動，把愛傳出去的活動，把愛傳出去，然後也是非常多的藝人來那個響應。對，然後因為我想講的是，我們台灣之前有經歷過921大地震嘛，感同身受。沒錯，因為當時我們經歷那個大地震之後，很多人來幫助我們，對，所以我們一直很感謝。所以我相信有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有台灣很多朋友都很希望能夠
帮助一些，尽到一些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来到香港，但是我们在台湾，不管是演艺圈还是一般的民众，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之前伟忠哥办了那个把爱传出去的活动，台湾也是募得非常非常多的善款，全体动员，全体动员。可是我想，我们刚刚有讲，这不是今天的事情，没错，也不是明天的事，是长久下去。你们这个捐完钱以后，还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我自己是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我觉得看到这些大灾难，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随时会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体认到一件事，就是我会好好的努力赚钱。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会长期的捐款。对。然后这个四川的朋友，他们长期需要，我就会好好的赚钱，然后不断的资助他们，不断的帮助他们。当然，在需要我们现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献他们。当然，在需要我们现身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现场帮助他们，看他们是需要安慰或者需要我们什么地方。有一笔的，也有零的，对不对？有活动需要我们出来呼吁，我们就出来呼吁。四川的朋友需要我们去现场帮助他们，给他们鼓励，我们也愿意去现场给他们鼓励。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那边最需要的是很多医疗方面的专业人才。重要了。对，那个是有专业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志工。对，不管是身体上面的医疗，还是心灵上面的医疗。想得很细哦，對，他們真係很有智慧哦，對。希望921啦，台灣嘅朋友咧，就對啲感受係好深，亦都講出佢哋心中嘅話。我哋好多謝3位朋友上嚟，謝謝3位，也把我們自己的經驗一起傳承出去，好不好？謝謝大家，偉忠哥，謝謝。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將個台交俾3位靚女，千個太陽，包括千華、祖兒同埋何韻詩，交俾你哋，有請。如今心中一